之前食物中毒啊，很多人都吓到。我跟你讲，食物中毒就是我的枕边人下的毒。今天为什么？原来。那之前食物中毒啊，很多人都吓到。我跟你讲，食物中毒就是我的枕边人下的毒。今天为什么？原来。其实他就带回来一个土特产，那上面完全没有写明是怎么吃或什么时候吃，是一个天然竹姜片。请各位注意，我后来上网查才知道，如果姜是指一般人的话，竹姜就是运动员，就意思说他是很猛的。然后我老公就拿回来之后就说，不是今晚他都一直住别人家吗？然后他就拿回来说，你可以泡一下这个呀。然后我就泡了一大把，然后大概3个小时，我就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就是眼睛血管也爆了，然后那个也开始吐，然后就什么都不对了。然后我想怎么会这样？然后问了2个西医，他们说没有听过这件事。可是确实我就是喝了那个姜片，结果后来上网查才知道晚上不能喝姜茶，就整个发起来。所以刚好到第2天我要演唱活动，我就完全是天旋地转，然后又在吐，然后又眼睛，然后我老公的手出来警告说，要不要我回来陪你？我就说不用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没有死透，所以你要回来加剂量嘛？但是那个剂量就是后来上网查也才知道，那个姜片一次只能放1/2片，但我放了快20片，所以因为它上面完全没有说明，所以是希望一些土特产能够加使用说明这样子。所以老公之后有做什么？他非常内疚。去看医生的时候，西医就说我没有听过这种事，不可能。然后我们就，然后我老公就一直 murmur， 就在医生旁边就说他的体质很敏感。医生说没有这种事情，你一定是吃坏肚。然后呢，没有，他只有喝这个。然后就一直想要说服医生，但西医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。但是我真的体质很敏感，所以请大家小心服用。所以现在有好多了。好了，几乎都好了。就是我本来那个爆血管是瞳孔旁边出现一个红的球，就很像卫星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怎么多了一颗卫星，然后又就天旋地转，头痛，一直吐，吃什么就吐。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姜会热起来，那我是不是就吃什么绿豆薏仁仙草给它压下去嘛？就吃2口就吐出来。所以就是那2天非常不好受，就11月30跟12月1号那2天，因为我12月1号本来要去唱一个那个爱之日常的活动，那就是那样子，就我把演出服都还带去诊所，就说医生赶快有什么药给我，我如果还撑得住我就要去唱，但是直接是医生问诊的时候我都是趴在桌上的，所以小心枕边人，各位。